台的新闻同款要来关心伫台中这个消息。台中的捷运发生这个行车意外，外界嘛发现讲，这架台中捷运这算是无驾驶人力赛是自动驾驶的，以及呢无紧急停车钮啊，这种有关系。因若是讲有紧急动车钮啊，就使先去保全人员也是站务人员的联络行控中心这的时间。啊，这个高雄捷运呢？高雄捷运甲台北捷运差不多外台拢设这个紧急停车钮啊，若是讲有紧急的状况，对上伫这个钮啊，互车来动点。伊毋过甲中捷同款，北捷这个文湖线是无人驾驶，就是呢自动驾驶的。外台顶嘛无紧急的动车钮啊。台北捷运表示讲，目前已经更改，已经改掉这个停车 SOP 标准的作业流程。只要讲外台保全，还是讲站内人员发现讲有各样，就会直接用人去动门，阻止捷运继续驶。吊高为真悬的所在过落来，柜台顶的保全结果扑跳，手嘛一直比咧，不过嘛是无阻挡危险的代志发生。台中捷运发生行车意外，除了原本设的感测系统无发挥作用，就含柜台嘛拢无设紧急的停车开关。捷运驾驶员失手操作设备，高雄捷运除了司机员柜台嘛有紧急的停车开关，雄雄发生状况也会付应变。台北捷运嘛是同款。台北捷运在高运量的站上面的月台，除了有这个紧急对讲机之外，还有紧急的停车按钮。只要民众发现行车有什么样子的状况，就可以按下这个按钮，让车子停下来。不过同样是台北捷运文湖线这边只有对讲机，没有紧急的停车按钮。历史经过北捷文湖线设伫咧高架桥，含台中捷运同款无司机，柜台顶嘛无紧急的停车开关。高量系统一开始初期的一个情况是没有设置月台门，考量到如果有旅客不小心落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可以利用这个月台上的紧急停车钮。文湖线若是有发生紧急的状况，事上会由站务人员拍开断电的系统，车得动起来。不过需要用锁匙拍开，嘛需要联络行控中心，安尼来去拍，咪用到真侪时间。终结这个事件之后的话，我们已经授权现场的人员就可以直接去做这个挡车门或挡月台门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用具制度 SOP 来讲，保全需要用对讲机联络行控中心停车，上者用20秒时间。新制度互保全或者是站务人员直接挡伫咧车门头前，或捷运无道叮当。北捷嘛计划用红外线系统代替即卖异物监测系统，互工作人员有较侪反应的时间，避免发生危险的代志。晚间9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What News 9，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